要要过年啊！台东家扶中心今日是去到台东森林公园来办义卖，希望募款帮助弱势家庭。虽然讲天气不好，也是有不少民众去甲支持。这次早起，台东家扶中心伫台东森林公园举办的日款爱市集伫风雨中开幕。人潮受影响，不过也是陆续有民众冒着雨来自助买义卖品，摊商也会将一日义卖所值捐出来做爱心。做爱心啊，对，就不管多少，有多有少，能尽一些心力是最好的。台东家扶中心表示，当年中心爱募款约2000万，资助2700多名台东弱势低小家庭渡过难关。不过去年就半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，企业捐款减少3成左右。到后半年才勉强补足，今年就半年才都开始家扶中心的拍拼办活动募款，尤其过年特别到啊，希望予弱势家庭会当过好年。我上半年是很紧张的，就是希望那个募款的状况可以顺利一点，这样子可以稳健一点。这场义卖活动有部分的摊商专程为花莲甲屏东县赶来参与，也有发生捐出二手物品来义卖，拢希望会当带头鼓励社会各界捐款，帮助偏向台东弱势家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